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ed Gallery Design 設計師 Alan。今日嚟到一個將軍澳日出康城嘅設計單位。咁佢嘅實用面積咧987尺，戶主咧係一個外籍人士嚟嘅。咁我嚟睇睇佢哋嘅客飯廳有咩特別之處啊！嚟到呢個單位入邊，我哋喺設計上運用咗好多金屬、弧形同埋大理石嘅元素，去製造一個輕奢華嘅感覺。首先嚟到呢個玄關櫃，造型上運用咗好多大量嘅弧形，令到整體感覺更加柔和。另外喺表面上，戶主比較中意特別嘅質感同埋紋理，我哋亦同時喺櫃體上施加多咗一層金屬嘅藝術漆，去凸顯呢個紋理同埋質感。嚟到電視背景牆呢個設計，我哋營造一個高貴大雅嘅氛圍。主體呢個大理石紋路嘅岩板，我哋經過呢個精心加工同埋弧形過渡呢個處理方面，讓整體嘅線條咧更加柔和。同時間我哋呈現呢個材質嘅沉穩同埋高級感。喺呢個設計上，背景我哋喺偷空部分方面用咗一個藝術漆作為一個點綴，咁同呢個岩板成為一個對比，增加呢個層次感同埋視覺上嘅衝擊。今日我哋介紹呢個客飯廳就嚟到呢度啦，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